收绳，先对折，再对折，放掉一头，放掉了绿色的，我们留下了红色的这一头。好，从中间的地方往上折一半，再把剩下的短的这一撮再折一半。到目前为止，你如果做对了，那你的绿色开始缠绕的地方就会就是从红色的那一端开始往下开始缠绕。在缠的时候呢，间距可以宽一点，要绕到尾巴的地方。这时候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我们拉动红色的绳头，看一下哪一个耳朵在动，看到的是这个绳耳在动，所以我们就把绿色的剩下的绳子抓出一个耳朵。如果绳子太短，你就再把它绕回来，稍微留长一点，抓一个小耳朵，塞入刚刚呢被红色绳子拉动的那个绳洞里，把它塞进去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拉紧束紧，拉紧红色的绳子，就完成了我们收绳